分咋？雷霆881新聞報導。現在由李俊業報道新聞。政府喺上訴庭駁回青年新政梁頌恆同游蕙禎嘅宣誓案上訴後，今日再入稟高等法院司法覆核4名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包括專業議政姚松炎、香港眾志羅冠聰、劉小麗以及社民連梁國雄。入稟狀話，4名議員喺首輪或第2輪宣誓不符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規定，要求法院宣告各人取消議員資格，議席懸空，又要求法院頒布禁制令，禁止各人再聲稱或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事。消息話，政府未有計劃再向其他議員提請司法覆核。特區政府發表聲明，話政府同行政長官有憲制責任維護及執行基本法及落實基本法嘅相關法律，研究梁游兩人嘅案件嘅判詞，作出詳細研究，考慮外聘獨立資深大律師同埋大律師嘅法律意見之後，今日採取法律行動。政府強調，展開法律程序純屬法律同執法決定，並冇加入任何政治考慮。唔可以話以後唔准喐嘅。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涂謹申話：今次入稟係特首梁振英挑戰選民選擇，推翻立法會選舉結果，變相策動政變，質疑佢想透過褫奪民主派議員資格，推動修改議事規則，為基本法23條立法。劉小麗批評梁振英對佢哋政治迫害，製造寒蟬效應。羅冠聰話：梁振英以政治圖謀，企圖推翻選舉結果，顯示自己大治大亂，表達政治忠誠。批評律政司長袁國強早前表示冇政治考慮係狗屁不通。天文聯林健鋒認為議員做任何事都要符合規矩同埋合法，按照做嘅家庭教師做法超越界線及咁而兩個家庭係好有錢嘅行為負責。作為負責任嘅政府，當局需要依法處理呢啲唔嚴肅、唔遵守程序嘅議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自願醫保計劃12項最低要求中，必須受保同設立高風險池2項，由於有較大爭議，決定暫緩推行。其餘將會由保險業監管局以指引形式促請業界跟從，有信心下年落實。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認為，抽走高風險池之後，即使有一定經濟能力嘅長期病患者，都會因為費用高昂，未能購買自願醫保，最終仍需留喺公營醫療體系內接受治療。形勢下，政府喺可見將來重推高風險池嘅機會唔大，建議政府重新檢視醫療體系政策，向公立醫院投放足夠資源。歐洲刑警組織警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計劃喺歐盟國家發動新一輪恐怖襲擊，估計目標係有份參與打擊敘利亞同伊拉克境內嘅伊斯蘭國嘅美國聯軍。總部喺荷蘭嘅組織發表報告話，情報顯示幾十名受伊斯蘭國控制、有能力發動襲擊嘅人，可能正身處歐洲，或會發動汽車炸彈襲擊。報告又話，過去2年喺法國同埋比利時發生嘅連環恐怖襲擊，反映施襲者可以喺短時間內策劃複雜嘅襲擊。組織又警告，恐怖襲擊已經由以往針對有象徵性嘅目標，例如警車同軍事人員，轉為冇特定目標嘅肆意襲擊，對公眾傷害更大。組織相信核能同埋電力設施唔再係恐怖組織嘅首選襲擊目標。